點樣提升個人運氣？今日教你一段經文，自己都可以念。今日師傅教你一個方法，好多人都想提升自己個人嘅運氣。今日藉着呢個機會，師傅教你一段經文，等你可以提升你嘅個人運氣。大家千祈唔可以錯過，只係需要每日誦念或者喺心裏默念都係可以嘅。而呢段經文，當你長時間去持咒去念嘅話，你會發覺你嘅運氣慢慢變得越嚟越好，反而你遇到嘅障礙同埋困難會變得越嚟越少。你會發覺你嘅生活事業越嚟越順利。而呢段經文只係需要念大家嘅歲數加一次。假如你今年30歲，你就念31次，如此類推。如果大家得閒啲有時間嘅，甚至可以念108次。邊個想要呢段經文？記得 PM 我，師傅免費教俾你。